邊位啊？我係石井英明嘅師傅，九鬼。咁請問你呢度有乜鬼過？客氣啲講，係嚟切磋武功；唔客氣啲講，係嚟挑戰。坦白啲講，係嚟俾你哋開下眼界。你冇欺人！你唔識武功，我知道你哋全部都唔係我徒弟對手，你哋可以一齊上。攞把球，我嚟會你。我知道你哋全部都唔係我徒弟對手，你哋可以一齊上。攞把球，我嚟會你。今日你哋受嘅所有恥辱，完全都係因為一個人，陳真。記得叫佢嚟揾我。陳真，你終於都嚟咗。你就係九鬼啊？冇錯。係咪你打敗我徒弟石井英明？如果你要報仇嘅，你可以嚟揾我。點解你要殺害我哋武術界嘅人？我只係喺拳腳上同佢哋論高下。佢哋嘅死同我無關。係咪武田恨雄？無可奉告。如果我仇人為你，我對你冇興趣。我對象係武田恨雄。陳真，中國人嘅傳統形式遲鈍咗你哋嘅創造力，凍結咗你哋嘅自由感情，破壞咗和諧安寧。所創造出嚟嘅，只不過係花巧而不實嘅技巧。雖然話武術係源自中國，但係真正將武術發揚光大嘅，係我哋大日本帝國嘅兇手。如果你要了解武術嘅真理，你必須拋棄一切門派嘅觀念，因為武術係無任何形式嘅，亦都可以係任何形式嘅。你唔明？今日嚟唔係為咗想殺你，勝敗對於我嚟講根本唔重要。
重要嘅係可以印證中日武術嘅長短。武術根本就冇長短。你哋中國人話練武係為咗強身養性，錯。我哋大本嘅武術精神係以攻為守，敵越強我越強，無視一己生死，只為殺敵為先，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。咁武術點會冇高低之分？乜嘢係最高？乜嘢係最低？今日你最高，咁聽日呢？武功嘅高低並唔重要，最重要嘅係能夠體會武者嘅精神世界，由愛轉化至內，先至可以明白武術嘅真義。荒謬！你嘅意思根本唔需要練武，只需要思想。天下間根本冇啲咁嘅武術。中國人能夠喺天下萬物中尋找真理，練武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途徑，何必固步自封喺一個小小嘅武術世界？你嘅意思係話我固步自封？唔止係你，寶田恨雄，甚至連你哋嘅天皇都係。你哋為咗滿足自己嘅野心，一廂情願妄想入侵我哋中國。你哋唔了解我哋中國，更加唔好講了解我哋武術嘅精神。你哋中國人嘅所謂武術精神，就係以退為進，根本就不切實際，只可以掩飾你哋中國人嘅懦弱同無能。謙讓唔代表懦弱，木浮於怒海之中，依然能夠隨波遨遊，凌駕於巨浪之上。咁你話究竟巨浪強，抑或浮木強？有義莫大贏，大贏必不贏。鳳光油花，鳳油剛盡，權無義，義無義，無義之中是其義。借人之力，制人之身，見勢打勢。與其攻其三，不如一擊破其中。水上人中，三打中疏以門，四打鬼荒唐，五打亂有高溫，六打學失古技，七打破骨天涯。點解你唔殺我？每一個武術嘅強者，為咗追求武術嘅最高境界，都會出現一個心魔。你要記住，唔好俾心魔控制你，係應該由你去控制佢。我殺敵之心絕對比你強，但係我唔好似你哋日本人咁要嚟侵略。武學並非傷殘之法，而係朝向生命真諦追尋嘅坦蕩大道。你要記住。每一個武者都應該朝向了解自己之道而邁進。
影月樓嘅劍道高手失覺晒。影月流刀法，只不過係我學過刀法其中嘅一種。你見到晒，睇到又點？我可以改變到啲咩？由而家開始，再冇任何人可以改變任何事。嘅歷史只朝住一個方向發展。你係咪要殺埋我？你返入房。身在世，只求俯仰無愧；處身天地之間，只求不枉為人。喺佛之下嘅好朋友，全部都係真正嘅英雄好漢。你哋嘅血會滲入泥土裏面，保護中國每一寸土地。陳真，羅探長，係寶田小姐。寶蓮小姐，呢件事我唔知點樣做好，你不如同大家講下啦。究竟咩事幹啊？我淨係知道爸爸今晚會喺領事館有一個秘密行動，如果成功咗嘅話，日本會正式發動侵華行動。寶蓮小姐，如果我通知英美領事去搜查日本領事館，如果乜嘢搜唔到出嚟，我負唔起呢個責任。羅探長，我睇呢個時候都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你都係去通知英美領事好啲。羅探長，時間緊迫，事不宜遲啦。羅探長，跟我。陸根，你點啊？我一直都喺度諗，我呢個上海青幫嘅大哥嘅收場會係點？我真係好擔心，我會死喺一個無名小卒嘅手上，咁就真係英名盡喪。老姐，真，你快啲去日本領事館。千祈唔好俾武田幸雄嘅計劃成功。羅探長，點啊？你去搵英美領事。去啦。好，我應承你。真，你唔好令我失望。照顧老爺。如果阿父係陳真，我就死得眼閉。老爺，我真係要休息。我好想見到金父。
晒你。我而家馬上打電話俾武田先生知，話俾佢聽，我哋啲任務順利完成。啊，點解會係你㗎？武田俾你咩任務？呢位就係陳真啊！點解有咁多憲兵死咗？點解有咁多中國人死咗？你講！